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ทั่万世。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ทั่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暖暖十门课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绘本故事。鸡仔甲鸭仔是过去伫咧庄脚的人兜一定会饲的精生啊，通常拢是放互因四界走。比即马关伫咧下周周人仔内鸡仔，或者是一段阵围伫窟仔内鸭仔，加足逍遥。伫马哈绘本内面，足侪所在拢看会到鸭仔的踪影。我咧想，鸭应该是马哈囡仔时代上接做伴的好朋友吧。春天把风染绿了，我们在温暖的稻城上沐浴。我们想象稻城是港口，澡盆是小舟，我们将趁着春光航行，划出巷子，划出村庄，航向一个不知名的海洋。在那里遍布着许多岛屿，其中一座小岛住着我的爸妈。春天，甲风倒甲青阴阴，阮伫温暖的稻埕洗身躯。阮甲稻埕当作港口，脚桶就是阮的船仔。阮趁春光来出航，行出巷仔，行出田庄，行向一个毋知名的海洋。海面上有真侪岛屿，其中一个小岛顶悬有我的爸母。我是厝内5姊妹仔的线尾仔。伫咧我4、5岁迄当时，迄时啊，阿姐因拢去学校读册啊。阮妈因大人爱去山林做事，剩我一个人小鬼当家，留咧顾厝。阿肥，我要来去山里做工课哦。你家己一个人顾厝，莫互白走哈。哦，会记你饲鸭咪仔囝哈。会记住，毋通互狗仔挖过人仔遐共鸭咪仔，知无？好，我知啦。听到饲鸭咪仔，我就心花开。迄是我一个人顾厝上界心息的代志。尤其是看到规身躯黄阴阴、幼毛啊洋洋佮胖生生的鸭咪仔囝，规阵钱伫烟线人仔内面，想要徛伫电话机仔边客烧，有时阁会四时间拄久险出道。迄个好大的模样，看起来真正有够趣味，互我挡袂牢，伸手去甲掠。喂，鸭咪仔，你莫走啦！我的手拢是鸭毛。我甲手里的鸭毛拌拌的，又阁挡袂牢，伸手去甲掠。鸭咪仔，我要甲你耍呢。吼，搁走去！我的手搁拢是毛啊！哈哈哈哈！我就安尼一摆搁一摆，甲鸭咪仔囝一只掠过一只，算甲当欢喜的时，隔壁水果仔走入来。哦，就是你咧带鸭毛，你看恁兜的店，一世界拢是鸭毛爷爷飞，搁飞到阮兜去哩。等下恁妈转来，你会害哦。我举头一个看，面头前是一片黄碰碰的世界。哇，就是耶呢！咱
紧来捡！阿嬷飞来飞去，真好耍诶！耶！两个囡仔耍阿嬷耍啊长欢喜，无看到四大人转来啊！你是咧创啥啦？夭寿哦！哪会有遮尔济阿嬷啊？我毋是交代你，袂使互狗仔挖过去共阿美仔囝。迄阿嬷是恁阿肥带诶，毋是我哦。侥幸哦！阿美仔囝去互你带到无毛啊啦！我要甲阿美仔算命，谁叫伊要一直走去？啊，饲甲你这个真正是吼！自我有记忆以来，我的汉草就生做比四姐较好。会记你读国校1年仔的时，册包啊有够重诶，阁爱行遐尼远转去。阿肥，咱来算点啊点叮当，点着诶人爱排册包，好无？好啊！点嘛点叮当，啥人因暗要过红？点嘛点水光，啥人放屁烂尻川？哈哈哈！又阁是着你，来，我来册包嘛，互你顺手排咧，水啦！哈，那又阁拢是我拍？谁叫你要生甲比我较大箍白？咱兜的姊妹啊，逐个拢生做瘦阁薄板，谁像你遮项冷啊？你吼一定是妈捡来的啦！谁讲的啊？毋信你去问阿嬷啊！哟呼，飞啊飞啊，小飞侠！姐，等我一个啦！毋知是因为怨到我汉草变伊较好，也是因为我爱哭，伊我爱对路。强在互四姐惊体，讲我是阮妈捡来，无哪会遮大箍，阁遮尔啊顾人怨。见摆若是讲到遮，我着咪喙毋敢吼出声，就算是互四姐创治，我嘛毋敢应喙。会记你读国校的时，逐工放学若转来到门骹口，就会看到阮兜迄顶古水的阿米仔对店斗迄边摇咧摇咧走过来，袂输咧欢喜迎接我转来啊！好啦好啦，等一个好料的水来哈！我随甲册包拼伫咧厅头，就紧赶骹桶仔去灶骹。对大鼎内底卡一罐三色的番钱仔囝，先摕一条甲皮掰掉，拄好规条插入去喙孔，若无那甲番钱扣入去桶仔内，刷倒来，佮赶去厝外口的树仔骹，甲布袋透开，对内面面骨就变粗糠，插落去番钱肉肉咧，一丸一丸的饲料变甲 Q 底底，袂输饭丸共款。我若也饲料哪化？好料的来啊，伫遮哦！哈哈哈，咪咪咪咪咪，嘿咻，伫遐啦，紧去遐食啦！哈哈哈哈，哈，饲甲恁遮的，真正是戆嘟嘟呢！饲阿米仔是我逐工放学上爱猫的工课。伫咧迄个无佚佗物仔通好耍的年代，阿米仔就是噗噗跳的佚佗物仔，会当用饲料声音戆戆说，是世上的趣味。这个阿米仔就亲像好朋友共款陪伴我。今仔互四姐创治，感觉委屈的时阵，我就哪也饲料，哪赶阿米仔耍。是安怎？四姐会讲我是坐面桶仔对溪仔顶流落来的，敢讲我真正是阿母
伫溪边洗衫的时捡来饲的。心情郁卒的我，只有咪咪咪一声一声对着阿咪仔偷开。迄个年代，时大人拢会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所以这个疑问我一直藏伫心肝头，毋愿承认。毋过，对一个囡仔屁来讲，难免嘛是会愈听愈摇疑。迄一日，敢若我甲阿嬷伫厝后的菜园仔咧烤草，准备甲较幼的笃笃的饲鸭咪仔。我真正忍袂住啊，趁机会偷偷开喙问阿嬷：阿嬷，阿公讲我是阮妈捡来饲的，敢有影？戆囡仔，若安尼哦，你拄啊好甲迄阵鸭咪仔共款。哈？啥物共款？真正戆拄拄，问甲有一字病哦。人咧讲，天无边，海无底，鸭出世无娘咧。戆家母扶鸭孙，戆外妈疼外孙。哟，就算讲是捡的，嘛是会甲你请啊。你烦恼哦。阿嬷讲线倒举起来，伫茶点剁草啊，哪剁哪摇，就敢若我的心共款，规个互伊剁甲脆糊糊啊！哈？原来是这伊无骗我，我甲阿咪仔共款，出世就无娘咧啊！哪会安尼啦？因为欠卡的阿嬷假无伊惊体一句话，害我真正当作家己是阮妈捡来饲的，雄雄感觉心足酸的。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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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！我哪可哪甲草啊养互鸭咪仔食？想着头拄啊听着阿嬷讲遐的话，我规个人细心细心。开始伫厝前厝后踏来踏去，愈想愈惊心，都乌白挽树叶仔出去。迄阵鸭咪仔嘛安尼对伫我的后面哭哭说，沿路捅我等的树叶仔。阿肥，你咧创啥？你咧扮夹头哦？迄叶仔有毒呢。啊，我也知哦。等我回头一个看，一只对无着阵的鸭，伫上后面偏的倒伫涂骹。啊，害啊啦！迄只鸭死健健啊啦！妈，姐，恁紧来啦！阿肥甲鸭头一个死翘翘啊啦！夭寿哦！你是用啥物好食啊？是安怎鸭会兴戆？妈，伊摆夹头叶等互鸭食啦！阿肥，你来无代无志去把迄叶头啊来饲鸭啊！你想着哦？我着。吼，你真正是吼！但即声生鸡卵无，放鸡屎一堆啦！阿芬，紧甲迄面桶仔捧过来。好。阮妈甲茶面桶仔倒壳，甲分去的迄只鸭掠入去面桶内面吸咧，刷落来轻轻仔摇面桶仔。妈甲大姐两个人都安尼摇咧吸咧，豆豆仔说迄卡面桶仔，亲像咧甲鸭做 CPR。阿芬，手换好，面桶仔有较重，爱较细腻咧。好。我甲四姐踮边仔四粒目睭，金金上桶仔内迄只鸭，想袂到神奇的代志发生啊！站起来啊呢！你也假？
车真暗啊！大姐掀起来看的时，迄只鸭煞拄好甲鸭头伸出来。大姐一个紧张煞放手，甜酷酷的擦面汤钱就安尼对鸭的颔棍撞落去。本来剩半条命的鸭，一声真正喘起来啊！阿肥看一个放声哭。我阿鼻啊啦！会记得迄摆我哭甲足凄惨的，无人知影我是咧哭啥坏。尤其是看到迄顿暗饭桌顶，迄碗芳滚滚的姜母鸭，我煞连一喙都无想要食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鸭米仔》是由洪昭文原作，洪昭文赖江书编剧，洪秀芬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静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肥、李东文演出，四姐阿娟、林怡轩演出，妈妈洪昭文演出，阿嬷也佮有大姐阿芬、苏玲仪演出。水军啊，郑嘉嘉演出。空中好朋友，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张文科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，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。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脚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去电台的网站，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第二届抽奖的时间是伫10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，上咱专门去电台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去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冷爽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只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吃白影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。